坑口嘅文曲里公園水池有過百隻烏龜游走，一有市民餵食，就好似虎入羊群咁，爭食爭崩頭，可見佢哋平時都冇乜嘢食㗎啦。荃灣嘅德華公園亦都龜滿為患，連上岸曬太陽嘅位置都唔夠，搞到要龜搭龜，形成多座龜山。有市民覺得康文署唔應該縱容放生。如果你見到有人諗住放啦，咁就即係喝止住佢咯。咁俾啲其他途徑佢睇下會唔會係咪有啲咩愛護動物協會會收納咗嗰啲龜仔。除咗擠迫，池水亦都未必衛生。觀塘嘅康寧道公園池水污濁，可能會危害烏龜嘅健康。關注團體直言，公園嘅水池未必適合烏龜生存。咁嗰啲水池其實好多時佢根本就唔係嚟做放龜嘅，咁但係諗住係觀賞啊啲魚，咁但係好多市民就會將啲龜擺咗落去裏邊，咁跟住形成咗個龜池嘅情況。咁好多市民會覺得呢個水池點解唔係要嚟放龜嘅咧？其實根本佢公園個設計個構思根本係要做一個觀賞嘅池，就唔係要嚟放龜嘅咁就。康文署過去3年並冇就市民放生作檢控，只係表示喺公園當眼處已經有告示提醒市民唔好放生魚類同埋龜隻。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